哇！我做咗咁多年嘅別墅啊，中山、珠海都有，即係從嚟冇見過有咁優惠嗰個別墅。就係我身後呢個現價400幾萬，依家140萬左右攞低呢個上下3層嘅200方嘅一個別墅。咁佢實用呢就可以達到大概300方左右啦，非常之實用。全部都係現樓嚟嘅，你所睇到嘅都係小區，全部係整好嘅啦，物業都係非常之好，非常之乾淨。咁我哋小區門口呢，就係1+1嘅一個大型一個超市，同埋萬豪酒店啦，同埋旁邊嘅一個海鮮路，一個飲茶一個酒樓啦，就係我哋小區門口嘅，非常之方便啊！咁呢度嘅話都有一個港澳一個直通大巴，可以翻到香港，都係大概1個鐘左右啦。咁我哋自己揸車到港珠澳大橋，大概就30公里，大概就半個鐘左右啦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有朋友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私信我，我發啲更加嘅詳細資料俾你，帶你現場嚟睇睇啦。